才会规划我拢想好势。杨先生，新厝主要来看厝安尼。开始做你好了。，我是听现，我会使厝较悬价甲你买。我哦，无可能阁买啦。我讲提300万，那是500万，我开500万。我要是被放屁被乱去，还是要白忙。你家己的梦呢？你有好无？我无介好，多谢你大家打电话给我，甲我开讲。后摆我打电话给你。好啊。厝看遐尼济间，我感觉这间上好。你家己上重要。赵教授吼，已经甲新河大部分的股份卖互我，后摆离我新河就是一家伙啊。卖股份的代志先莫讲，等拢办煞了才宣布。今日我伫遮甲大家宣布，我赵学生要参加这边的立委选举。